落去准备，下昼呢会有咱在座每一位前辈拢会当来食到咱电动车的甜品，咱大家拢会当感受到天气大的滋味。现在，咱要用请咱叶老师代表咱爱上单位、甲咱核心单位，代表咱上敬爱的前人来披上咱的一个红包。这个红包代表着希望前人会当长过寿、食百年，甲咱的道路。希望咱的道路会当搁较来方便，带咱行搁较长，会开拓咱的方便的道路。那么咱今仔会发两个红包，一个是予咱前人，一位是予咱的前人夫人。那么咱现在就恭请咱张老师用这个祝福来献予咱的前人，咱各位前人用上大家的掌声，一次再一次。来感谢咱前人，带领着咱有这片丰收的大太阳。感恩前人，也希望前人身体人愈来愈康健，请前人劳务咱这款书，请会做